甲镜头刷落来下港，来到台南新市的生态休闲公园，是2016年完成启用，而且是由当年的市长赖清德亲手来种下着白莲雾的树仔栽。经过几啊年的时间，这个生态公园挖落来的34丛的白莲雾拢结果了，都甲采收的白莲雾全部送予弱势团体来享用。 台南新市生态公园伫咧2016年完成启用，嘛由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伫咧担任市长的时，含伫该市的乡镇区长亲手种50丛100年白莲雾树的新栽，希望当保存伫咧消失的白莲雾树。当初时啊吼，咱遐前摆吼，为着咱遮有50丛的迄个老丛吼，伊就是甲截枝吼，就是迄个插枝吼。 呼吁。伫咧5月中嘛，小煞开会决议。区长讲，今年头一摆派人将白莲雾树种地，希望能将慢落来白莲雾全部送予区内弱势团体吃。原则上，我们是希望说包一包好，弄好了，我们也希望送给一些弱势单位哈。今年白莲雾的活跃嘛，得要到20年，嘛因为老树消息较真紧，活跃的工课嘛要继续做落去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